抗中议题变做选举焦点。英国新首相9月7号就会来出道，今日哈中 talk 热区对话会有完整的分析。乡亲方面，大家好，我是阿明张伟明，欢迎做伙加入新闻世界通。大家30分钟，和你正做国际新闻通。美国总统拜登7暗呢，伫咧 Philadelphia 独立纪念馆对全美来发表25分钟的这个演说，炮火有影咩？点名前总统 Trump， 佮呛这个极端共和党人哦，讲因是威胁美国民主，叫美国人都要用选票来捍卫国家灵魂。但是咧，这个众议院少数党的这个领袖就讲哦，拜登演讲的这个内容，则是严重伤害美国的灵魂。美国总统拜登最近积极前往各地有关民主党其中选举选情。7日暗时电视黄金时段，拜登选伫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地点费城的独立纪念馆发表全国演讲。伊直接呛名前总统川普，大声话讲，互美国再一次伟大美加口号的极端共和党人，讲这个势力互国家倒退，转去一个无选择权、无稳输权、无撇替权、无权利甲所有人结婚的美国。Too much of what's happening in our country today is not normal. Donald Trump and the MAGA Republicans represent an extremism that threatens the very foundations of our republic. Now, I want to be very clear up front. Not every Republican, not even the majority of Republicans are MAGA Republicans. Not every Republican embraces their extreme ideology. 拜登顶礼拜伫马里兰州做讲的时阵，谴责川普的共路人拢是半法西斯主义，批评川普支持者伫联邦调查局搜查川普佛罗里达州主体了后，对联邦干员的人身威胁实在真袂见效。拜登也呼吁美国人年底期中选举用选票来保卫国家的灵魂。For a long time, we've told ourselves that American democracy is guaranteed, but it's not. We have to defend it. Protect it. Stand up for it.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拜登演讲结束无偌久，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立刻代表共和党出面回应，讲拜登的谈话内容严重伤害美国的灵魂，分裂、看轻、侮辱同胞，要求拜登爱回实力。《华尔街日报》上新的民调讲，目前其中选举两党的支持率，民主党以47%，比共和党的44%较悬。关键就伫个14个共和党执政的州，首实施的严格对台令，严重影响独立选民的投票意向。另外一方面，着急把选举焦点集中伫通话屏中的共和党高层，对川普世界造讲，一直讲2020年伊无输，大选是去用偷气，这个做法真无正当。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首先来看到日本三间新闻共款报道到，拜登25分钟全美的这个演讲批评 Trump 思想过头激烈了，是美国极端意识的这个象征。另外看到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半导体的出口是大落，贸易出现红字是66档来上悬。另外看到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公司一间搁一间来扩散，保守党即阵咧推动减商业税，希望渡过这个难关。顺便来看到这个美国 New York Times 报道哦，这个罗西亚发动炮火攻击，致使日普日车电厂反应炉紧急停机。再来看到 Washington Post 的报道，美国前总统 Trump 继续咧主导共和党，拜登呛声是咧威胁美国的这个灵魂。今日哈中 talk 热区对话，咱就要好好讨论英国首相保守党党主席之战哦，经过几大轮倒台修正了后，外交大臣 Truss 和这个前财政大臣 Sunak 来进行最后对决。支持台湾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的这个 Truss， 伊讲到吼，中国定义爱改做要紧的这个威胁。另外咧，咱讲伫咧民调，伊是一路领先 Sunak 即阵也提出着讲要关全英国31间孔子学校吼，也必须 Sunak 的这个态度一直咧转向。到底什么人会是后一任党主席、后一任的英国首相？9月7号都会有答案。伫个支持者的呼喊声当中，英国后一任首相候选人外交大臣特拉斯今日去会场参加保守党伫伦敦举办的最后一场党魁选举的大型造势活动。对大多数的英国人来讲，现主时上需要解决的，就是通货膨胀的问题，尤其是能源费用已经飙到英国40年来上悬。I'll be looking across the board to make sure we're increasing supply and therefore dealing with the root cause of the issue. 另外一位首相候选人苏纳克
同款受到真侪支持者的欢迎。真正担任财政大臣的苏纳克，本来一直反对用减税来解决通货膨胀，但是民调输予特拉斯了后，苏纳克就雄雄变做甲特拉斯同款支持减税，互人批评伊是政策党员。但是苏纳克讲，伊永远是主张爱对一寡能源相关的企业扣重税。When energy companies are making billions of pounds of profits because of a war, that's not right. And we should exceptionally tax those and help use those for people's bills. 除了英国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衰退以外，对外的外交嘛是后一任首相需要面对的问题，尤其是对中国的态度，佫较是即摆党魁选举当中真重要的焦点。特拉斯过去几落摆参加国际会议的时阵，拢捌公开表示支持台湾，就连进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台湾访问，引起中国不满来恐吓台湾，特拉斯嘛叫中国都爱较有站责的。Well, I do not support China's inflammatory language on this issue. It's perfectly reasonable what is taking place, and I urge China to de-escalate. 根据英国报纸《The Times》的报道，英国去年的外交政策报告当中，将中国列作是全面性竞争对手。但是特拉斯若是做首相，伊就会将中国列作是迫切威胁。比较之下，斯纳克对中国的态度就较温和。不过，斯纳克出来参选保守党党魁了后，伊就开始主张中国是头号终极的威胁。佮讲伊若是做首相，就要甲中国伫英国的30亿间控制行业拢总关掉。目前保守党党员的投票已经伫英国时间9月2号下晡5点结束。到底英国会出现第3位查某首相，还是会有历史上头一个印度人后代出身的首相？9月5号就会知影结果。记者甘美恩编译。今日热区对话哈总talk，咱就来邀请原地大学 EMBA 兼任副教授高云山来做伙讨论英国首相保守党这个老师你好吼。咱讲到即阵 Truss 民调赢 Sunak 对中国态度嘛较强的，请教仁山教授哦，安怎来看这个 Truss 是毋是可能成做英国第3位女首相呢？对，因为即马就2个候选人嘛吼其实，如果民调来看来的话，吼 ，Truss 的赢面较悬啦，吼，因为伊一路行来，吼，伊的就是讲，伊对中国，吼，对中国的这个态度，吼，其实是较强硬的啦，吼，因为比如讲，你去年的伊的 G7 的时阵嘛，吼，伊迄时阵是英国的外交部长啦。外交部长，所以伊咧 G7 时阵，伊就甲即其他 G7 的国家讲，就是讲爱较强硬来提防吼中国对台湾的施压，吼，甚至吼伊有讲，其实就是 G7 的国家应该团结起来，甚至爱传好武器来提供予台湾，吼，这个是。千金万确的代志，所以因为伊讲一件代志来讲，即使因在欧盟国家还是 G7 国家，在迄个罗西亚对乌克兰开战进前，就知影讲因已经动兵向咧边境，但是因警觉性无够，所以才导致了讲迄个罗西亚入侵。乌克兰，都造成着咱即摆讲欧盟的经济介无好，因为天然气的关系嘛。是，所以讲台湾比乌克兰来讲的话，对欧盟更较重要，更较重要，所以绝对要防止中国对台湾入侵的这个野心。有影吼，继续要来请教仁山教授，咱讲Sunak过去一开始民调是领先的哦，但是后尾咧 Truss 直直来出招，这民调到尾来领先吼。Truss 指Sunak 对中国立场无坚定，佮有减税啦，佮有一寡政策拢输甲甜，所以对Sunak来讲，是毋是选情对伊真正不利咧？是。对Sunak来讲的话，吼，因为伊是财政部长嘛，吼，就是伊实际参选进前，伊算财政部长，吼，伊本身有几个就是讲不利伊参选的重点嘛，吼，第一个是伊有美国的绿卡啦。所以这就去用攻击，所以伊咧做英国的财政部长的时阵，咱会使同时搁持有迄美国的绿卡。是因某用这款身份来
来撇税啦，撇税。因为 Snack 伊本身伊甲因某两个财产加起来有7亿的英镑遮济啦，所以会去互人怀疑讲，你本身是财政部长，是安那遮好也想撇税？第二来讲的话，伊过去所主张的是对中国的贸易，对中国贸易就是英国，英国爱较亲近中国来平衡，就是两边的这个贸易，所以伊的态度其实是应该是讲，因为伊甲迄个 Liz 甲 Truss 辩论以后，伊的态度才改，所以伊之前嘛，Sunak 伊是反对减税嘛，反对减税，赞成讲对中国贸易应该更较紧密，所以伊向批评，因为乌俄战争以后，我感觉欧盟甲英国对于中国甲迄个罗西亚两国的迄个看法，已经转变足济。是啦即阵嘛看到讲英国通货膨胀真悬，能源费用物价是直直咧起，所以 Sunak 或者是 Truss 啥人选调这个党主席，拢爱面对通货膨胀，佮中国、罗西亚这个危机，拢等待新主席咱讲新首相来处理啦所以金山老师，你安怎分析咧？即马就是咱怎讲足悬的，迄通膨嘛，通膨足悬的，所以变讲因即马迄个英国的生活嘛过了无介好啦，物价起价的尤其是天然气甲迄个油甲电拢起足济所以新一任的首相是毋是会使咱不管伊个投票爱。后礼拜伊才会公布结果嘛，不论是Sunak出来，还是 Truss 出来，因拢爱面对这足大足歹处理的通膨的问题啦。所以伊做了好，做了歹，除了面对国际政治甲国际，咱讲即马这中国甲迄个罗西亚对这个自由民主世界叫侵略的这个态势，除了这因爱就讲自由民主国家爱团结起来面对以外，佫爱面对啥？因为因的这个侵略的这个事实，造成全球的经济崩坏。这因则我讲。迄个罗西亚甲中国一定是当冷眼旁观嘛，伊就当爱处理的是咱这民主国家爱团结起来，想尽办法讲安怎甲这通膨压落来，会使甲经济佮甲恢复，恢复，这才是真重要的一件工课。多谢金山教授的这个分析。9月的新学期开始教育问题受到各界关心，亲像 Hungary 教师工会就发动示威，要求政府重视教师工课量伤济危及薪水伤低问题。另外，伫咧7日，高中生是行就街头，要求公立的学校要提供更较好的教育条件。大批第二高中生穿黑色的顶衫，坐行上首都圣地亚哥市中心来示威，要求公立学校还免费交通、完整的性教育，对寄宿学校学生保证提供实习的机会，也个高等教育全面来普及化。激进的示威者烧路障甚至国旗，镇北警察用水炮来驱散，要人掀这燃烧弹来反击。第二去年选出左派学运出身的新总统博里奇，国家的政策对长期的中间派市场优先的路线转向左派社福。这场示威发生在测试新宪法公投进程，虽然八成人民赞成赶紧来废除1980年代独裁时期的旧宪法，也不过政治纷争甲内斗造成赞成甲反对新宪法的阵营的势力是差不多。镜头转向匈牙利，教师工会成员穿黑衫骑黑雨伞，9月7日开学头一天来举行示威，批评政府长期忽视教育体系，薪水上低，工作量上多，我都吸引少年的新人来做这个工作。Ahhoz, hogy egy modern 21. századi oktatássá át tudjuk alakítani a magyar rendszert, ahhoz egy lépés az, hogy megfelelő felkészültség és létszámú pedagógus legyen. Ennek pedig az a feltétel, hogy megfelelő bérezés legyen, és a versenyszféra ne szívja el őket.
乡里告诉潜水8年无调整啊，工会要求多多来提关到社5，不过甲政府协商拢无共识。当局5月修法限制教师合法罢工的条件，工会鼓励成员公民卖服从。另外，工会也抗议又以政府独霸课纲教科书内容，学生也支持教师在9月7日发起游行。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伫咧纽约坐马车踅中央公园 Central Park 是真出名的旅游体验服务，不是过来因为即寡马伤过头疲劳，或者是受尽虐待。一名议员最近就咧提案，要用电动车来取代虐待动物的马车服务。坐马车踅公园凉西啊凉西，真侪人拢捌伫电视、电影内面看到这个画面。美国纽约的公共马车一直是当地旅游的焦点，但是这项超过100年的商业活动有可能结束啊，改用电动车来代替。We've gotten a little bit more caring of how we treat animals, and we don't make them do the things that we used to make them do. 纽约市有一个议员提案，2024年6月要用电动车完全来取代马车，原因是观光马车看起来浪漫，其实是非常无人道。动保人士真侪年来拢在批评，马车踅的所在曼哈顿是一堆车真吵，空气阁歹，最近阁拄着烧热，那坐马车根本就是咧苦毒马，加上部分看马嘛无对马偌好，互因过路营养无够。顶个月就有一只马是忝甲倒伫架仔顶。It was my worst impression, really worst impression of New York, because when I came to Central Park and I saw all these carriages and all these horses in full heat, my impression was that they don't get enough water. I think there is some economic value for the city and for the visitors to have that cultural experience. So I hope they take good care of the horses. 目前纽约是有130个看马，200只马来提供马车的服务。法律要求马逐工做工课袂当超过9点钟，气温若超过摄氏32度，也是比零下7度较低嘛袂当做工课。部分马车的经营者认为讲，因拢唔接受政府部门的监督，无可度马嘛袂当接受电动车来取代。The carriage I work on has been, family business for 40 some odd years. Nobody wants to drive an electric golf cart because that's what these things are. 新提案是需要26票同意才会当通过，目前提案的议员是有14票的支持。不过因为当地运输工人工会是强烈反对，要过关是无遮简单。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以上就是今日新闻世界通，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我是阿明张伟明，下礼拜同一个时间咱再会。